我们先回去哭3秒钟。要去拍了，拍了，马上！厨师帮帮我！食神来了哈。这个都得。对，你们要选他吗？确定吗？确定哈。确定。连柳橙汁面都那一页。柳橙汁喝掉了，妈妈。因为甚至跟雪玲师傅都按家闭塞啊，闭塞刚最讲进总，你们会怎么处理呢？完全不会紧张。你，评论讲按用做些较夹啊。嗰度啊，較奇怪嘅，當年白雪公。你真係同我講翻。來下黑皮嚟。邊度覺得？因為啲安樣講哦，等下啲分數上會不一哈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宋寶強。今日東北去來到了特別嘅你看啊呀，特別嘅風景，睇看啊了上。呢個轉到每家3萬嘅一個連草橋。係啊，你下片除了河山河水之外，吼，最大嘅特點係嘛嘅，就係呢個客家嘅5星遊來咧。僅次於你的啦。好，馬上呢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，來分享到嘅係阿謝玲師傅。大家好，阿謝玲。謝玲姐好，大白來到散飯下聽錯要記啦哈，但是美女聽錯愛配鮮肉啦，早上來放養 Andy 嘅哈，林訓志林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好呀。最近吼是從有條血踢爆咧哈。你有什麼資格講人家？就我們難兄難弟的部分。OK， 好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啊！呢一組呢係兩公婆來自頭婚師嘅哦，分享到風甜子劉聰龍阿哥。歡迎。手牽手，感情好，歡迎。係哈，阿林次今日可以分享到係表姊妹哈，早上來分享哈，來自散飯嘅朋友，林服梅老青妹來。大家好。歡迎。服梅姐超白要來過嚟啊哈，當然經驗哈。好來請教一下兩位哦，個頭婚師有乜嘢啊？就推薦好教好食好料嘅留大家分享一下。啊，記得要就頭婚後發言。你做很多後發言。哎，錯。好直白的地點哦。啊，韓國非常多楓樹林隧道。哇！啊，你要接上帝睇住佢嘅約費冇？用啲機裝係約費嘅地方。哦，頭婚嘅後發言。係啊，啊來到散飯出來練草蔣吼，非常河山河水之外，另外繞場咱除咗推薦一隻散飯菜題吼，聽出愛食愛魚料嘅素材。介紹一下散飯嘅女飯哈，佢哋神農嘅度假農場啦，入地杯啊哈，當到沙皮本人路野，也有泡溫泉哈，當到地方好夠嘅，講好料嘅地杯係。唐太日吼，所有台灣嘅觀眾朋友聽出，現在立刻查詢散飯到台粉凍好高嘅素材，一日行程馬上規劃。我唔錯，唔該你，輕鬆嘅高鐵咧，馬上嚟進行今日體育館嘅比賽咯。料理風玉蛋，兩廚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啲會觸到物界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廚會因為太緊張亂混忙，還有兩廚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物界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又到誒，你節目最有特色嘅一關料理風玉蛋，先來請謝玲師傅來公布菜色。橙汁魚片。哦，你喜歡吃是不是？感覺你很香哎。你凍好酸酸甜甜的東西啊，所以等一下。酸甜，很酸甜。你最愛的應該還是椰酒吧？對呀。哦。所以啊，等一下三家店嘅地陪度哈，有一家係魚，如果其他兩種係買東西，我們就來猜猜看哦。好，馬上先來排隊備，我們來猜拳，看兩位要。好，馬上我來猜拳。好。好，來。準備好了。刀石頭布。剪刀石頭布。哦，服梅姐先來哈。服梅姐。我選哪一家店呢？這個。好，我希望係魚哦。你自己打開來好咧。耶。這邊呢？2、3。是這個。可以現炒。呀，當涼哎。那個橙汁綁嘅現炒。哎，你就把它當成像是喝那個刨冰啊。
大兵做的做狼的料理吧？好了，我们先回去哭3秒钟。好了，换从老太狗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好，踢转来。清泉呢？好，准备好了哦。好1、2、3。哇！哎，勇猛安勇兄啊！哎，已經東道白連續吼，請係初試跟切甲本身去到本來嘅食材啊，食材呢？係咩？太可惜了。我懂有可能地度沒有。One，好，1、2、3。哎，好來給藍隊，謝謝。好了，切甲掉點。哎，好可惜哦。好啦，唔怕啦，唔講呢，然後就會發揮太這個創意嘅時間咯。雖然講菜名係廿嘅，唔過拿到無強菜色，我要無強表現方式吼，馬上就來進行挑戰咯。好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會到了，先來問看那風水有信心冇？當有 little。來看一下吼，藍水吼有信心冇？有。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大家就表起來了。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咯吼！哇，冇想到今日林師傅吼，有推介吼，好彩，咩有推介吼？哈哈，冇推介。哎，今日來買一張樂透就好了，可以了27億的部分嘛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哎，你就手到倆食材哦，天時地利人和安很人哦，就買斬收啦。原地結婚呐？我天時地利人。我有信心啊！對這個煮的東西。我要有特色，我炸過未？我炸過炸一排哦。炸過一陣佢來講嘅。哦，我跟你說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斷金。等下給他得一聽做周董。係啊。平常師傅看慢人煮菜較多。兩公婆共下煮。共下煮，哇，好好哦。好幸福哦，好，先做一下，讓你們其利斷金一下哈，先過去換一下冷水。水滾的記得不用吹落去哦。哎呦，來，加起跳了，馬上！先來，大家共下來看一下，兩下麻子。哎，炸仙草很好吃，愛食糕哎。真嘅哈，很好吃。因為你剛才就討論過，去到獻醜哈，算是有點天時地利人不合啦。我們只有5分鐘哦，是5分鐘嗎？沒有，60秒，60秒，1分鐘聽聽哦，30秒吧，60秒。但是不可能5分鐘嘛。哎，你去看過你的節目嘅，因為 TPA 小改在現場前臭火鍋會臭，但是我其實你看現在越炸越蓬，我其實不知道下一步怎樣，我只有吃而已。我覺得你應該這邊就要請師傅幫忙。哎呀，好，他剛才就有講，哎，你為乜係講嘅？還有嘞，來聊天。好，我講一下，初試天數啊，初試棒棒奶，哎，我先來。阿曼爺，奶炸，對嗎？這位，應該要你才對。你要做唔得，好來，你好了哈，那計時開始，這不行。還有5地冇用到。阿姐，即係你係師傅嘅時間。好，我唔講，你要先炒油嘛，唔加跌落去炸，做唔得炸香酒。再有一個油，你要揾加跌粉。冇驚佢痛，你要炸香酒佢會散開來。幾時開始？早就開始了，倒數了啦。哪有那麼快倒數呢？一下。那你跟我說大概多久？好，馬上。來，好，看起來做得了起來嘞哈。等一下嘞，那橙汁的部分是先提點一下。橙汁煮，哎，你大白布卡做一個橙汁。總得做嘞。5、4、3、2、1。橙汁先講。橙汁你就木卡做一個橙汁。其實我覺得到底幹嘛要炸？炸過它這樣子才會。你看起來也差不多哎。應該是粉的問題，粉要調過。炸粉。對，它要用炸粉。哦，那就不是我們的問題嘍。沒有，也是你們沒想到，是我們2個想到的。OK， 面辦的，好啦。先講哈，因為鐵定這體位情境動夠，我們要不同的待遇，好不好？沒有啊，剛才已經給你們10秒，給你們10秒。這個真的是比較困難。我們要過去了。好了，我可以了。好，等橙汁淥，按煮，再見了。要油散的。發水見肉。發水那個秀。哦。等一下，先讓我了解一下。來，開啟你等下小蜗牛的粥。那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要檸檬水沒有用誒哈。
有那种柠檬进来了，有，豆酸什么都有是。你要不要先再切一颗柳丁？柳丁可以切丁，以防万一嘛哈。这个切丁，因为它也许可以不用捞起空口感是不是？酸条没盲切啦，天哪，酸条跟老公马都盲切啦，哦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紧张，你要剖狗嘞嘛，因为他们刚才用了60秒，也没有发挥太大作用。我们用了大概3分钟。等下，我拿以前天数切个柳丁都切开，因为我猜待会它应该混在一起。莫仔用你手的，人家都是一片切丁这样子。对，不用那么多，没关系。酸条没有用到。对啊，酸条黑吗？特别香嘛，有吗？等一下现怎么再讲？等一下再讲。好，我用师傅的吗？蒜头你要切吗？辣椒没某切，好啦，算了啦。他切工很厉害，不给钱。好，我讲一下。厨师帮我，食神来了哈。这个都得。来，你们要选他吗？确定吗？确定哈。确定。哎，现在是6手连弹是不是？没有。凤婷姐是具体声音哦。只有一个人手都离开。99嘛，9。我帮你拿。叫我们不能动，他只能叫我们摆。哦，9还有酸条哈。然后等一下这个太白粉，捞点水。好。不过 animal 偏离分吧哈。有，你先不要吵我们的厨神。这个橙汁安永。还有教学。哦，先炒一下。该地步都念不就搞通嘞。有。给他收汁。专业比赛的。哎呦，抖出来。4、3、2。收汁完勾芡。好，再送3秒了。3，好了，不用就算。勾芡你不能倒太多，一点点就好，我会变成那个蚵仔煎哈。对，我再一次强调。都对啦，我们至少要有2队要有1道菜可以吃吧？还忙。有人那一道菜也可以吃。你买意思啊？就是躺出来哦。不是，那个仙草已经变仙草蜜了。不会，那不怕啦，也是一个 T 色啦。加一些水，很棒，等下试吃看看。老婆好厉害，因为甚至跟雪玲师傅都按人家闭塞啊，闭塞跟他最杨定总，你们会怎么处理呢？完全不会紧张。你们讲，还用做些卡夹啊。好，大哥嘞，我要去填修一下冷水了哦。好，我冇问题了哈。冷水好了，念就好了。阿姐，我又来了，哦，做好了啊！哇，那个仙草很漂亮。橙汁。来到台下讲，基本应该好去看到我们的阿志师傅哈，第6个橙汁，他就保留该那个果肉啊，该地位度的肉口感普分。那柳橙汁面都那些。柳橙汁喝掉了，妈妈。有，放进去了。太少了呀。对啦，没东西啦。哎，你要用个呛没用啊？国谦，你帮他。你看哦。大概来一个。哎呦，这谁出的题目啦？他赶紧读某段生嘛，个橙汁鱼片呐。马上出个题目，对不对？他赶紧读这3个吧。MD。提升那条管就会冲一比猪啦。好，倒数了。好。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的铁管底肚，也给橙汁鱼片，来不开看真的嘞。哇，好，今日2罐也个橙汁鱼片呐，可以来模安好表现，因为2种都抽到2个挑战的色彩。马上先来是风吹带来的2个橙汁法棍来吃看呐。哎，做这种酱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用心？上面还有这个陈皮的部分。哎呀，看起来是冻柠檬哦，哎，咬起来冻有那种嚼劲 ，QQ 感。哎，我觉得这可以变一个新的菜色，周代嘞。我信不信之后呢？好吃。有满意吗？因为之前应该没吃过你的料理吧？有枪鲷鱼片。有枪鲷鱼片哈，也是不用承认呐。没给他做法被穷用的呀哈。然后再更加甚至是甚至是讲嘛。啊，冷水嘞，你知道几多数个啫？好吃，好吃，凉拌好吃。凉拌好吃啦。
还不是煮过安用的啦，我真的给煮的当好吃。你不是煮过，我还不曾吃过嘞。哎，其实白石头的那种哦，就会跟他民主这讲哎，到底变做鱼头和性格彩色，但是记得注册商标一定要写公开日价自主改，动好些。我那样聊下玩一下蓝水做嘅，现炒嘅口味可能要冇形容哦。好，我问是蓝水做嘅料理有可能。哎，看起来电影写了哦。咸咸汤。哎。又惊喜哦，因为该下吼，虽然见过那种腥风血雨哦，不过吼，该梅头很酸做的啦，就差在橙汁的部分。好了，我自己自扣分。冇啦，一后生还是后生一后生，我给不进吃嘞，那后生啊，那个味道有那个橙汁的味道，有点香。总统泰国嘞，所以来感觉变好上，变好上，有个。Q 弹的那个，感觉，你懂我形容诶，这道鱼哦，感觉都变好食，变好长诶，哎，真嘅呢，有边你这样牙齿磨，挺好弄哦，你今日都好食，真也好食。一定要讲啊，等下是来日后会变好长啦哈，你们觉得呢？喂，一听喂，一听喂哈，哎，2位18岁的那个梅兰姐，现在讲一下，因为最近许多个地位度。就买那风水做又正差的蔬菜，你感觉有嚼劲啦，酸甜的啦，蒙吃了哈，挑米挑都冻好哈。对呀，凤梅姐许多人吃噶做样样办？当好食，真嘅当好食，真嘅当好食哈。它的那个酸甜度啊，浓度好啊。冻好。好，欢迎来两组呢，都有目标嘅表现，而且按 T P 的食材都以好哦。好，今早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先来抢刘师傅抢分数。蓝水，再接再厉，看一下阿举师傅强不服输？好，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，不是2位师傅的比赛，你们有公正吗？来讲看看。公正的，我家下新闻上讲，这个花干我切下地地底的，它卷米是卷得出来，佢切到香葱诶，因为花干佢本来就有嚼劲。佢切香太地，咬起来个口感地度还能冇硬味，虽然河白有硬味，还能地度冇硬味。啊，两片的呢，两片冇勾芡的放色嘞，有柠檬又有个橙汁，两样夹好穷下米是冻度好。啊，你一下看一下阿举师傅，你有冇冇半蓝水分数嘞？哦，那半凤腿呢？嘿，一上来个整道菜呢，就批到个橙汁个用梅啦。你就该轻中型哦，有用该皮，该梅头就轻厚，然后口感呢吃起来也很有咬劲。啊，蓝腿呢，按用洗起来呢，轻巧该拌呢，梅头嘛冻好，有该酸甜该梅，适合那种夏天的那种料理。吃落都冻好，按摩分数，拍谁？用水煮做来冻好啦。对啊。好，开始讲呢，就是上课呢，那个橙汁不管地度变温嘛，个食材你用的来表现那个橙汁嘅口味哦。嗰三下轮呢，可以系正统嘅那个橙汁鱼片用来做，就搞本你嘅谢顶师傅喽。啊，今日就唱到那个客家料理嘅个女神哦，来表现一下那个橙汁漂亮嘅做。我先拿个摆盘的食材系共用嘅，食材共用。只有我听片我先拿俩白菜哈，我爱到去俩光泡菜，泡菜就会食到光按粉。哦，啊，等一下个呛发菜没去做摆盘。摆盘用诶，对。摆盘用的那表一点盐法，等下食起来烟长又食到又咸香。啊，我应该昨天先到风水问章问题哈，因为该行一直讲记得个这个偏离分哈，勾芡勾太多啊，等下那个片没有勾。冇勾芡。哦，我怕你自己踩自己脚嘞。系吗？唔会啊。唔会啊，我唔会勾芡啊。我唔识做勾芡的料理啊。啊，等下个做法系用。我为了先混一啲啲卵一炸，因为我会用。地瓜粉呐，我会用番薯粉呐，番薯粉会下醋看到会下嗰种诶量比较多。这次家有问题要问哦，哈。我切片哦。唔系，我哋切片，我等下用诶，摆盘用诶。我来做摆盘。对，等下摆盘用诶。好。摆盘，你尽量做切圆圆，它夹好食。要做对吗？做得。
汤匙就可以了。两盐俩吼，对半切盐下好盐啦，你安尼切盐，我尽量到俩流程的俩肉刮下来。哦，要切网切，网切当好刮。啊，唔你要冰一啲啲嘅陳皮，嗌做安尼嘅。陳皮唔會腐腐哦。唔係，要削一啲啲嘅皮，再等它切張冰落去。口感的部分啊。哎，口感的部分。啊，師傅，我昨天問咗問題哈。橙汁魚片跟橙汁啊，除了兩種嘅，那個算是丁啊，柳丁字嘛，它總得用來替代嘛。往裡面做得啦，其實往裡面做得。我看你種的係唔係有機的？有些用的吧，當較好啦。錯。不說你還沒有念下去哦。我哋先做用十塊盤的那個今天。哦，你的小兔子有來嘞哈。哦，佢係用兩片切都切出了，佢熬轉去就變咗像土味型的。睇下會切個檸檬嗎？就切成 rock and roll 就好了。OK 哈，那個凍我唔買。哦，都嘛計會加油，加一點油去拌個長發菜較涼，嘿，較好困啊，跟住撈那個鹽，跟住就加梅湯。你學到了，要不然就加鹽。加下睇加個長發菜冇加油啊，冇加鹽天天。記得，你記得咯，很緊張。那魚片，雞魚片呢，魚片我都會用選擇斜刀切。都嘛計會切刀，切刀切去看到下香煙色下太地啊。哦，明未？就是下盤啊。難怪哦，大白是個生片嘅世界出嚟切切嚟。生片嘅切太泡泡，你哋有一啲啲厚度啊，冇啲厚度得用嚟炸嘅，上硬啊。哦，切刀切咪看起來下瘡，哦，啊等下換嘅係軟就好咧。我先換軟，再換番薯粉，我會滷一啲醃糯米酒，哦，米酒咪愛哈。這些都是小技巧哦。醃糯米酒、馬殺雞啦，哈。那一年一下。我想要幫大家問一個問題，因為盛智跟雪玲師傅都按家避水啊，避水剛最緊緊張，你們會怎麼處理呢？先問盛智好了，盛智感覺完全不會緊張。你很驚一下你都心都烘衝過的嗎？係啊。就是有一種旋律啊，這樣，按用周 C 卡夾啊，哪一條？我以前會彈個911嘅，客家歌，哦，那就啊，我會有一個旋律在裡面，按用周 C 卡夾，按用周 C 卡夾，那雪玲姐的你我很專注，緊張我就會上行一步，我兩下做點兩個行一步做乜嘅，我就會慢慢地個上頂。我唔會講嚴重到唔會做啦，我會已講做啦。像我禮拜一比賽，我當專注我成品的嗰種嘅，結果佢呢只見菜細細的都唔猜啦。梅蘭姐剛剛跟性冠毒美就重過嗎？沒有，有啦。凍好重過嗎？唔係重過嘅，唔係重過。鳳梅姐咧？又濕啦。好。有時會去創啦，因為家下吼休息嘅歇困嘅，休息嘅時候，那個鳳琴姐又講啊，家下當緊張，你乜個看唔出來呢？我的檸檬，金光卜卜的，真的卜卜跳。我那小片我削皮的我要用，那要用。可是你最大的靠山除了 Kido 念順條啊，怕什麼？沒有，我愛數來看的。然後 Pogi 哎，是不是看它的泡泡？對，它沒有泡泡就已經熟了。用出來了。特別個地位都係水摸的哈。哎，睇起來看一下一個成片的部分哦。切油油啦哈。切油油。甚至切可能它來油哦，我是粗粗的切咯。你這樣講，有冇感覺很恐怖咧？冇啦。哎，當俺家嘅樹啊，特別切到。哦，到處都是傷口。真是放煙火呀！累積啊！師傅圈又切到樹嘅經驗啦哈。唔講冇切到樹嘅嘢，冇出事。以前錄音家講，冇切到樹嘅嘢啦，冇出事。啊，真勁哦！係，因為會到出事哈，還會即刻。你在講誰？使我 happy 啦。聽老師啦。因為你安樣講哦，等下啲分數上會不一哈。我橙汁先倒落去，倒落去辣。加下蚊加通嘛，哈。蚊。等下長落加通哈。加通，因為你往邊曬啦，係用拍嘅時候先
炒一下，叫佢要set。焦化。焦化，叫佢焦化。我唔好勾芡。假使吼，一定雪玲姐吼，真正有勾芡，佢清楚会用炼药粉，她不喜欢偏离粉，对不对？我算有了解你吧。我不喜欢太白粉。我会用炼药粉勾嗰種糯米粉啊。而家嘅按拍啊。我加混亂，基礎上不要 set。好。我用混亂，我要 set。兩 set。係特種嘅魚圈做啲做啲橙汁魚片嘛。要得看魚嘅人，要得魚嘅做橙汁魚片唔好食啦。橙汁魚片，橙汁魚片那種魚片，你做唔得有骨頭嘅魚一種。有骨頭。很軟呢。有冇見泡都要泡咧？泡那個泡泡啊，怎麼沒有變少？應該啲都該水分啊，係啊。同啲甜盤呢？掉出來就該泡泡。那比賽之前，大家都有做過啲出料理嗎？做橙汁的。有練習嘛？唔識呵，連名稱我又唔識談過。係啊，當然今日還有得到一票誒。係啊，經驗哈。好啦，實力哈，係按一拍。哦，教一下。豆腐卡做啲款式噶啦，好食甜嘅就做多一點。對，要多一點。係咪要當你咪用嘅土托魚嚟做啊？對，土托魚咪做得啦。哇！一個魚嘅泡嗰個係行開油釀嘅嗬。係啊。動態啲呢？哦，沒有感謝阿 G 師傅，我泡到硬河。冇啦。我係想要最主要係一個關鍵，就係剛剛講到手鹽手米酒。因為呀，正經我講過，按用嘅魚的講怕會出手，那一步真的是關鍵。這個像雪玲姐，她沒有用酸條的一邊用，這就看個人是不是？看講嘅，唔過而且嘅橙汁嘅米線，你就冇用酸條講嘛，會唔會橙汁會比壓拍？只能用米酒跟鹽巴去浸佢，浸佢出手香。啊，家下咪就講吼，家啲味道咪做啲加一些嘅結醬啊，結醬版結醬嘅啦。我想知道，如果我們買天神那樣用柳橙汁做的，唔好食。真的嗎？真嘅唔好食。沒果肉啦，哈。沒果肉唔好食。哇，很強哦。橙汁魚片完成，按鈕最後 C 咯。果然是雪玲大廚哦，真係表現到10分3掉。唔過呢，這道不用講評，好好享受就好，好不好？睇下嚟試試看啊！來，大家全要搶發財啦魚片哈。哦，雪玲姐就係雪玲姐，好嫩哦，橙汁的味道好香。該每時調到凍河。又酸又甜，酸甜，有入味，一定有入味。香港咪有按落一下阿 G 師傅泡到整整凍河，泡到好以後，該粉上做啲粉嘅醬。而且嘟嘟好，唔會聽盤。睇下之後樣啊，然後食，通常睇講試下就是醬，我喜歡。嗰度啊，嗰地方嘅當然白雪公。你聽你同我講吧，用家都係用嘅嘛，係咪？不過5成咧冇咁樣。5成。幾5成啊？你8成呢？對。6成咧冇咁樣啦。有啊，互相會支持啊。係啊。當厲害。我教本百幾冇些人呢。係。多謝。已經凍唔會講呢。阿風姐之前知道咧。哎呀，還是那麼懂後生，那麼懂捏味，而且該那個橙香的味道是很香，很清香，酸甜甜。還有懂後生。你對哪個形容詞比形容家老公作為含卡多一百批？大家懂後生聽聽。基隆沙凍唔會講，我們也不能輸吼，我拼夾一下兩套菜。切凍好食啦。有酸又甜又酸啦，有入味啦，有入味哈。啊，鳳梅姐咧，知道哈，廚師煮的越冇咁樣。剛我都煮的，讓我食起來越冇廚師煮的啱好食，所以我學起來。
天红色啦。因为你安样讲吼，等下给他分数才会不一样哈。那紧紧好些啦，好色啦，果然还是对不对？我讲。 你自己要不要讲一下？师傅给那女生了。阿菊师傅，小鲜肉美人哦喏一下。后生哎呦酸酸甜甜哎呦，是那个鱼跟肉啊，有刚才有加胡椒盐跟米酒去腌的，哎呦，该每套哦，清香清因为有爱上嘛哈。有。好啦，唔过你家头前呢係熱別熱咯，睇起來真有了，表一下數氧化最不迷館，加油咯！馬上來進行最不迷館挑戰。 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嘴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好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 大家好，唔知太子家有糖果冇？3年都做下細數做飯菜，唔知阿姑嘅食性，先本阿姑來試看啊，你記翻啲乜意思冇？啊，當然啦，個地輩都講嘅阿姑嗬，就係你，小姑用嗬，就係咩係啦？因為要講到龍沙，好像是指說，長結婚嘅新婚夫妻，對，唔知講一個。小羊菇啊，好生物嘅，俾嚟知識看啊，然後胡所講呢，今日嘅料理老也有相關哦。冇錯，今日呢個主題吼是最拿手的羹湯料理，最強嘅呀嘅羹湯料理哦。哇，冇簡單呢。因為客家人比較少吃羹湯。先嚟問下鳳翠哦，講到啲嘅最強數嘅羹湯料理，你想我帶來菜色係乜嘅？ 竹筍羹湯就是媽媽傳承給我的好料理的竹筍羹湯。哦，東好些呢。我跟你說，我已經上去食竹筍湯，食上去當久誒，有沒有就靠你咯？好，好，我這個小姑來品嘗看看。你也食個筍哦，東好些。好，因為今日我煮嘅係筍子羹湯啦。你諗住今日我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 三絲熱羹湯，熱羹湯，肉羹湯，肉哦。我嘅三絲係乜嘅啊？紅蘿蔔、個木米、個竹筍。啊，做乜嘅？今日我準備三絲肉羹湯咧。都有3樣拿切絲嘅呀，這些。這個就像是酸辣湯。對呀，因為基隆沙好像係盤做嘅師傅啦。哇，沒有啊，剛才怎麼了？太緊張。到現場我們也不願意。所以今天拿出熟爐菜才夠期待的。厲害，真有表現了，因為我們這邊也是開餐廳的。你們那邊因為周總普鼓手呢，加體重只是兒戲而已。到噶啦，翻嚟聽聽，呀，正經嘅表現來咯。對咯，所以有信心嗎？有。諗住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第三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回4。開始咯。我沒想到他們原來都是當一桌落咗海啊！大家想到最拿手的羹湯會想到乜嘅？我不會煮。香菇嘅羹湯啊，有嘅雞肉嘅啊。哦，我最好食嘅酸辣湯啊。我會放鴨血、豆腐。哦，鴨血跟豆腐。酸辣湯。酸辣湯。鴨血地北都有賣噶。對啊，跟也有啊。對呀，要懂這樣啊，而且一定要加一點烏醋。對。胡椒粉撒多一點。對，你就胡椒粉女王啊！我還記得哎，有顯見嗎？有。大哥非常厲害哎，要不開那種景觀餐廳的，一定要啥夢想哦。都少到。哦。就嘅香花元素。飯湯嘅地北都嘅推薦嘅菜色係乜嘅？我招牌菜哦。咖啡。我知道唔係，我知道乜嘅就係招牌。哦。因為回流客也蠻多。安沙皮哈。唔係沙皮，紫色的。而且以米亞給開那間咖啡店傳湯，是要圓他們兩個的夢想。怎麼說？因為我係個後生㗎，家本來㗎，其實我就想去開一間傳湯，就係咖啡廳啊。那還有刀子，剛剛有刀哎。竹筍煮湯其實當食下吧哈。真件當有心誒，為了不用鹽檬開那間傳湯。
对呀，用公婆运动哎，你用啥感情都好呢？很好哦，你不要羡慕人家。很羡慕。我比较羡慕。就你看，乡下石头路，你一下喊乡下来上节目。錯，冇錯。做乜嘅？而家係到長條，而家係油，哦，那是蒜條係嗎？那可能是冇共同。你蒜條不要而且分工的很仔細了。我們先枸杞大家都知了，前面處理先不處理一下哈。這個蒜葉有懂懂人工，你看到很多天絲哈。有。中兩分呢。等一下結束以後，我做啲續完麼？阿姐，甜米酒哦，我就來了哦。好，米酒。講嘅主題哦係這個三絲肉羹湯嘛，係。係。因為家下就講好盤粥啦，哈。你一下喊就做盤粥嘛？錯啊。冇咧。冇。那你一下做乜嘅？呀，凍水梨。哎呦。哦，水梨啊。也冇誒，迄要帶200公升。根本呢個湯啊哈，要加水梨嗎？冇啊。哦。含白糖，㗎。家裡咪怪怪啦，哈。唔會啦。唔會。唔會，水梨煮湯好食。煮湯凍好食咯，凍清甜哦。水梨煮湯凍好食，血淋煮做我們的湯，血淋煮去煮水梨嘅湯。對，到口令。對。啊，家下跟肉絲地貝都要加乜嘅？加鹽、加椒、加嘅胡椒粉、加頭油、加啲頭油。先不給錄一下哈。我加一點。我看人家的位食材動作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哦，這樣就好。少改一下，給你準備個食材。豆乾、柴魚片，個木米，個魚乾。啊，你一碗係乜嘅？你竹筍。竹筍哦。哎，竹筍。我帶上係食材，又是比風吹下多嘞。我們有愛耶。有愛。所以為什麼要準備豬油啊？它有味道啊。油的味道不會說淡淡啊，翻頭。你要不要一次放下去？我一百冰落去嗎？那我這樣，你要都得冰落嚟哈。都得，會，都得。因為我冇同啊哈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大家都進來。哇，很香哦。哎呀，很香哦。而家白哈。係啊。啲新人認真看哦，兩組嘅食材真嘅差唔多咧哦。我們有愛，對，多了一個，對，不一樣。不過呢條鹿嘅肉嘅什麼好，是叫冇形容哦。你們有放什麼嗎？鳳晴姐？你說哪個嗎？肉絲啊，愛的顏色，對，沒錯。愛的調色盤啊，敷料又哦，之外咧，蛋黃，對呐，我有加蛋黃。誒，師傅問一下哈，肉加卵有冇加卵跟肉絲哈，吃起來應該不太一樣吧？哈，加卵啲混哦合。平均啦，哈軟啦，因為吃起來又很嫩很滑啦，滑嫩的啦。啊，你們還有聖誕嗎？是的，沒有聖哦，還有一個哦，誒，手袋嗎？午餐咧2萬咧，我滾了啥？等一下，這是豬肉。去給我把阿包哈，豬肉先放。哦，直接落去哈。對。而且他們家的蛋是去軟烘哦，我看你就跟軟趴就溜蛋呢。這個等一下要用嗎？都要，我們這邊都是我們的，沒有用到我也要帶回家。對。那你頭擺用來做本也給小姑吃嗎？我冇小姑呢，冇小姑，唔怕可以把我當成你的小姑。係啊。牙先生佢上強啲。哦。八字嗎？哇！八字我冇強啲。嚇到我誒！我講我俾嚼啊，小妹。很，因為前段好嘅老公呢，吼。好啊，我覺得這邊很放心了。對。你做調味就大家吃看啊，哈，要有同詞哦，哈。好，來。俾槍了。好，大家不搶哦。呢條其實超香，千戶冰落去咧哦。還沒係哦。一定滾啊！還有不要糖膜，我都唔食邊。唔是哦。中央咧。好，因為家下冇看到哈，我們來補充一下家下嘅景圖係乜嘅，有放什麼了？我放那個肉羹，還有竹筍。肉羹啊，魚羹、全魚。哎，這個都可以放的。哦，水蠻滾的哦。跟馬嘅熟嘅，哦，那是熟的。不過可以來跟湯母親難，我想最難會不會是待會勾芡的比例啊？哎，對。
那毛发可能会变做碎瓣的哦。还唔會蚵仔煎油來？太大盤的蚵仔煎，真的。其實那個鳳梅姐咯，看它的那個手腳哈動利落啦哈。你就會種樸實啊。它就因為佢挑牌就參加過咧，買到個是啲係養嘅樹啊。評分。結果最近有當到人講，佢看到很多天使紅。有。真勁哦！阿母冇台北咧中大嘅全部大片嘛。全部中兩成誒。你睇下個天利分咧哦。大家見獎咧。好，我們一樣等下一張都進來咯，加油咯，最後面。好香哦！那大家講一下，最尾個醬色係乜嘅？香菜料葱，還有芹菜。哦，差不多咯，就這樣。那你就關鋪誒。好，安樣差唔多誒哈。那你來倒數咯。好，來，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係此時看啊，到底哪一組嘅羹湯啊，真勁較強咧！哇，其實念頭前啊，也兩出菜都當厲害，因為他們帶來的都係佢家最強數嘅一個羹湯。先對風吹了，此時看啊，好，好吃，肉羹啊 Q 誒。好滑嫩啊！媽媽從哪來？媽媽教你係嘛？好好吃。哦，凍好食呢。哦，真係濃真的。等一下結束以後，我做啲續碗嗎？尤其它的肉羹的地方，對不對？紅紅太哥，你吃到樣啊，有滿意嗎？有滿意，今日係我食到青紅色的，一般更加我不用。料理哇，太成本了。功勞都給老婆。他們倆感情真的很好。好，大家咧談看一下哈，咱雖然係利用咗中葡式哦，來評價一下風水做計。cái湯頭要香啦，不過冇當酸啦，哎呀，腍味啊。沒有流暢感。對。哦，唔怕，談看一下每單姐唔知道咧。一料啊要煸過啦，都要怕。豆辣樣嘅呀，咁樣啦，要食出嗰個料就先煸過。其實國家梅是冇強容，冇怎樣先學看冷水個，好不好？我們試看。對。真正合順哦，那就牡丹腸肉跟牛是哦，還有準備個魚羹啦哈，大家做啲食看。肉羹的地方沒做懂後生，Q 米完全冇 Q 用，完全冇強容兩碗。因為家裡面各個特色這樣。風琴姐吃的啊。我吃到這個是有一種那個味道，就是吃起來會不是比較清爽的肉羹，它清爽一些，對，比較清爽的肉羹這樣子。松陽大哥，你吃到嘞？我食到嗰個羹肉啊，哦，嗰個滑順，嫩啊。最尾咧吼，為咗自家去羅峰賣掛一下，所以自家講一下。自己咧做下錢，唔係講要腍味啊。現在生來做12種啦。比較清爽。好，最後咯，鳳梅姐，我已經講到底有笑乜嘅？係中央啦，老美人節中央啦，都自家用嘅講咩自家做嘅好食啦。而家自家係感覺下場跟外邊串湯賣該種該羹湯啦，哦，但是各家完全梅頭冇窮。完全。好，那就要看主廚的想法。等下本主廚來評分一下咯。好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要到了，先來搶謝林師傅搶本分數。因為係風水，唔係東豪夫教分。我來看一下阿菊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！好來，謝林師傅搶公平。我對香米來評的話，風水嘅香米較香啦。哦，啱過唔香米煸過頭嘅啦，略嘅過頭，啱咪有啲啲嘅負米。啊，藍水排泄哦，啊，昨晚冇本分數，因為唔見面嘅個高纖啊。冇用啊，唔啲係度食到該佢一區咧冇啦。該跳戲嘅啊，對嘛？跳感啊，啊，排泄哦，啊，做個米絲啊，含咧唔拿蟲一啲啲咧，你不用加啲啲腐豆粉落去，可能會米絲含拿蟲。咩做嚟凍好啦，排泄哈，做嚟醫吼。哦，你要探看一下阿菊師傅嘅想法。哦，用對該煮該梅頭就凍好，挨咗洗槍咧哦，凍好食。知道風腿啊，而家香梅就出了，不過該挑就該梅頭就較重嘅呀，有蓋過它那個羹湯的那個梅頭啦。那藍腿呢，
切个猪肉切个薄薄的，用较好入口。梅头就较淡，不过湿度呢就很清爽用。冇强龙嘅想法啦吼。好啦，今日比赛嘅结果呢已经出来，最半面冠军系平数，估上呢今日两队都係2-2，兩組都係大頭名，恭喜！馬上就要來頒獎咯！好，今日馬上想頒出係你風吹得到1000元嘅加菜機。因為今日評選嘛，咱準備就得得到1,500塊嘅加菜機。好，馬上先來請你風琴指導，大家分享一下兩位參加心得。今日同朋友來參加了一家之主的節目，做得認識同道嘅朋友嘛，做得很多帥哥美女嘅主持人安內hin，還有做得食到嘅謝林師傅煮嘅藤枝魚片，同好食啦。哎呀，跟真感覺食神咧，真的，又好食，又好拿，又好料，很好。恭喜恭喜！風浪太高，老太分享一下。感謝了，你了客家電視台吼，我來了參加了只比賽，也希望來支持下你的客家電視台，本了電視台來發揚光大，也希望大家鄉親都來了參加。也喺我真太嘅希望，也感謝你哋來賓，嗰下你哋也後生嘅主持人，嗰也先生，感謝你哋嘅指導。他現在係像發表金鐘獎得獎感言一樣，乜嘢都感謝到誒。啊，希望吼，還好各位觀眾朋友做啲活動應該加幾趟啊，哈，支持一下。大家咧問一下，咱除咗今日女蘭姐下哦，去參加嘅心得係嘛嘅，攞大家分享。對到了吼，一家之主，我吃到當有榮幸啦，當參加了，我吃到當好啊。哦，感謝你哋客家電台嘅。哦，啊，大家咧吼，去問一下吼，參加200，不過佢係達到偏少，呢個係服務節咯吼，參加200，好似買正差冇，攞大家分享。係上擺來嚇，當有興趣啦。因為我特別看人嘅節目啊，喺印象講有一年我來上節目唔啲好啊，真係有路來。一百有很多農民有邀請我嚇，我要走過來，有行下歡喜啦。所以看到咁樣嘅結果嚇，唔是挺傷心難過，因為咁樣嘅結果係本嘅預示說下次還要再來，還有進步的空間。不錯，你依家製作嘅節目啊，唔但唱係合家觀賞，還咁嘅合家鄉下來參加係個同戰鬥嘅節目，不要你哋係講想來參加嘅話，200許多廿嘅素材記得要報名哦。係啊，無論你有參加幾多擺吼，第一擺未好，第二擺未好，歡迎所有嘅朋友夾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帶你鄉下來呀，特別熱鬧熱，下禮拜再見嘍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